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8月26，诗篇145篇18节安尼讲：紧来求救耶和华的，耶和华甲因亲近，就是亲近遐个诚实求救伊的。三角来祈祷，听阮的求救，甲阮亲近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阮生命的泉源，你是阮生活的快乐。你是阮人生的方向，主啊，阮一切愿望在伫你，阮一切稳定甲福气，拢是你所赏赐，主啊。阮较无，搁较明捌你；阮追求，搁较明白你的旨意。主啊，求你将你的话教示阮，互阮的心灵得到更新甲改变。互阮搁较亲像你，主啊，我要将阮的心思意念全然交托你，阮意爱每一天搁较倚靠你。求你的听来充满阮，因为紧来求救你命的，你要甲因亲近，就是亲近遐个诚实求救你的人。祈祷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